鄭安庭議員，多謝主席，多謝司長。咁司長啱先都回答到關於喺警察宿舍嘅問題。咁其實為咗警隊嘅福利啊，為咗警隊嘅士氣啊，咁其實亦為咗我哋澳門人嘅治安大局着想啊，呢個警察宿舍呢，我覺得都係迫切嘅問題。希望司長都可以應該係咪大力推動，或者喺你呢任屆內可以推動到呢個警察宿舍呢個，令到我哋每一位紀律部隊嘅士氣可以提升一下呢？咁呢個第一個問題。第二個問題我都仲係想講翻呢，之前好多同事都講過關於吸毒問題。而家好多酒店啊，佢個保安都好嚴密，可能超過12點後呢，要攞房時先上到去。咁而家呢樣嘢呢，仲增加咗喺酒店吸毒嘅呢個隱蔽性。咁我想問下司長呢，有乜嘢相關嘅行動啊，或者相關嘅措施啊，可以打擊譬如喺酒店內吸毒？但係因為而家人手又唔夠，咁但係一間酒店可能已經有2-3千間房啦，咁用咩方法同埋用咩措施可以令到打擊呢個吸毒問題呢？隱性吸毒問題呢？咁喺呢方面呢，我都想聽聽司長講一講。仲有呢，我就想講下賭場保安嘅培訓。咁而家我哋賭場咁多啦，咁保安人員嘅質素啊、禮貌啊、專業知識啊，咁有冇作為一個統一嘅標準同埋統一嘅規範，或者係你有你做，我有我做。咁但係如果唔夠人啊，咁點去做呢？咁有冇司長有冇一套方法，為咗我哋嘅國際旅遊城市，咁可以規範下呢啲保安員？呢啲保安員有冇專業嘅註冊制度，係咪作出規管、作出培訓？咁喺呢方面，我想司長回答一下。多謝。